今日咧，我哋唔睇別墅，又唔睇二手樓，睇一個坦洲最熱門嘅小區——國際花城。大家可以睇到我哋身前呢個位置啦，整個小區300畝嘅大湖景，可以俾到你喺度散散步、釣釣魚一個環境嚟嘅。我哋今日過嚟呢個盤最遺憾嘅事情咧，就係冇太陽。如果有少少太陽嘅話，嗰種環境咧更加寫意，我哋可以欣賞到日出日落嘅感覺。我哋今日過嚟，微風吹吹，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嘅。四周圍咧，我哋可以每日落嚟散散步咧，都可以人生值得嘅。咁呢個小區一直以嚟都屬於一個銷冠樓盤嚟嘅，即係佢個出貨率同埋一個銷售速度咧係超級快嘅，真係出一棟就賣一棟嘅。咁我哋呢個小區點解一直以嚟咁好賣，同埋大家咁認可呢個小區呢？第一，佢嘅價錢夠平，單價咧平到1萬左右。最低嘅可以做到8000幾大裝修，首期嘅話3-5萬蚊送埋全屋家私家電，你真係可以買啲生活用品就可以拎包入住㗎啦。因為佢沙發床、空調啲全部送晒俾你嘅。全坦洲樓盤體量最大嘅小區，佢有1期、2期、3期、4期、5期咁多一個發展空間嚟嘅。大家可以睇到我身前右手邊綠色網嘅位置呢，就係依家喺度賣緊嘅單位啦，係依家目前市面上最熱門一個戶型第4代住宅，佢個實用率咧可以做到130%個空間俾到大家嘅，因為送嘅面積真係好多，係比我哋傳統個戶型咧多個空間咧更加闊落、更加好用啲嘅。當然佢個收樓時間都會遲好多嘅，到27年先可以收樓嘅。咁我哋右手邊呢一紮綠色網咧，相對嚟講收樓更加快少少嘅。佢最細嘅單位咧有89方到135方，即係我哋計翻香港嘅尺價咧，大概係900幾尺到1400尺大裝修，有睇湖景嘅，有南北對流嘅，整體嘅環境咧係好舒服嘅，特別正對湖景嗰啲單位。咁依家賣緊啲尾貨咧，價錢好平，單價8000幾蚊、9000蚊左右就可以立低大裝修嘅戶型啦。相對嚟講，可以選擇嘅樓層唔多，但係佢價錢夠平，都係可以做低首期同埋送埋全屋家私家電嘅。咁第4代住宅嗰邊咧就收樓時間比較遲，但係佢個使用率更加高，110方到138平方嘅。佢個使用率咧真係超級誇張。咁除咗呢啲咁嘅情況咧，大家可以睇到我哋3期呢個位置，樓下咧有啲食街嘅，你可以落嚟買啲衣食住行，買餸食飯，買個早餐，買個水果咧，落樓就可以享受啦。咁喺小區門口咧，亦有一啲新鮮超市嘅，你可以買餸啦，買啲肉菜翻嚟煮飯都 OK 嘅。咁喺小區正門口落去左手邊又有新鮮超市，再過去前面一個紅綠燈位置咧，你又可以買到一啲新鮮超市嘅。除咗呢啲衣食住行嘅話，我哋仲可以去到附近嘅坦洲市場啦，或者優越城啦。當然亦可以去到我哋依家比較出名嘅三毛超市嘅位置。過去咧僅需要15到20分鐘，你就可以去到你哋最中意嘅三毛超市裏面買菜買嘢都 OK 嘅。相對嚟講，呢個小區比較熱門之餘咧，亦係我哋一啲港澳人士嘅後花園嚟嘅。好多人都係衝住呢個湖景過嚟嘅，300畝嘅湖景，你可以散散步、釣釣魚係好舒服嘅。我哋啱好喺現場咧，有位業主係李先生，啱好居住喺我哋國際花城5期嘅。我哋問下佢居住嘅感受。李先生，你在國際花城這邊居住的感受，覺得這個小區怎麼樣？這個小區啊，特別適合養老。怎麼說呢？我每天呢，基本上就繞着這個湖啊慢跑，偶爾散散步。1圈、2圈、3圈。1圈大概1公里多，5圈的話就是5公里多。真的很舒服。那日常如果你居住在這裡，除了偶爾下來散散步，你買菜或者各方面，你會去什麼區域比較多一點？以前在美團買的多，美團。現在呢，我覺得要吃新鮮的，就在這邊小區門口那裡。小區門口有個超市叫紅萬家吧？對，我在那買比較新鮮。每天就買當天吃的。這樣挺好的，可以吃到新鮮的一些蔬菜，而且我出來可以散散步啊。對啊，剛剛好是吧？對啊。各位觀眾，我哋係冇收錢又冇俾錢業主，專登講呢句話嘅。我哋只不過今日過嚟拍攝，啱好遇到呢位李先生業主咧，我哋問下佢個居住感受，俾到大家一個反饋，即係一個感受嘅
情況俾到大家。謝謝李先生，非常感謝你，非常感謝你。呢個小區門口亦有粵港巴士可以直接翻香港嘅，即係我哋日常講嘅直通巴士，可以直接翻香港太子荃灣啲地方，係我哋日常喺門口就可以坐車啦。相對嚟講，對我哋一啲香港朋友仔咧係非常之友好嘅。除咗我哋日常坐粵港巴士翻香港之餘咧，我哋小區門口都有一啲公交巴士，你可以坐公巴去到中山任何一個角落，包括去珠海都 OK 嘅。甚至你可以喺門口坐個巴士去到我哋九州港碼頭坐船翻香港都 OK。咁好多事情咧都係因人而異嘅，唔係每個人都會選擇呢種交通出行方式。有啲朋友仔如果係揸車嘅情況下咧，會更加方便。我哋喺呢度揸車過去口岸咧都係20-30分鐘，咁你通常翻到香港咧都係個零兩個鐘就可以到達你香港任何一個角落啦。咁呢個位置相當於我哋一個香港同埋澳門嘅朋友仔嘅後花園嚟嘅。第一，佢價錢夠平；第二，環境夠靚。咁可以睇到我哋身前呢個位置咧，全部都係活水嚟嘅，甚至你釣魚翻去煮飯都 OK。咁事不宜遲，我哋過去睇下啲示範單位。咁依家睇呢個示範單位咧，係第4期嘅單位嚟嘅。係目前第4期喺度賣緊最大嗰個 size，135方嘅 size 嚟嘅，做到南北對流，計翻香港嘅話1400幾尺一個單位，大裝修嘅。我哋依家目測嘅位置咧就係餐客廳嚟嘅，呢個係客廳位置。我哋日常喺度睇電視啊，各方面啊都好舒服嘅，因為呢個 size 嘅開關咧足夠闊。可以擺得落好多嘢，咁啊整體嘅視覺咧更加舒服。我哋依家睇到啲沙發台、茶幾，全部都係送俾你嘅，因為依家清盤特惠，4期呢邊咧係做特惠嘅，佢係有送全屋家私家電嘅，所以我哋呢個 size 一樣有得送嘅。可以做低首期3到5萬蚊送拎包入住嘅家私家電啦，實現一個拎包入住嘅。咁呢個 size 出嚟咧有個亮點就係比較長個露台，大家可以欣賞下。呢個露台咧真係非常之長，後期咧你可以喺度種花啊、擺洗衣機啊、晾衣服啊。擺滿晒啲花花草草綠植放喺度都 OK 嘅。我哋呢個 size 咧係呢個交付護欄嘅。如果呢啲護欄唔啱嘅情況下咧，你可以放一啲落地大玻璃做一個封窗嘅處理。咁依家4期喺度賣緊嘅單位咧，就係我哋正前方呢啲就係屬於4期啦。咁如果我哋揀呢個135方嘅單位咧，係可以睇到湖景嘅。我哋呢個單位，所以相對嚟講呢個單位咧其實都好用嘅，南北對流大露台睇湖景一個 size 嚟嘅。咁喺我哋客廳過嚟咧，就係我哋一個餐廳位，大家可以感受下，其實呢個餐廳咧都係好闊落嘅。好大氣，好高端，唔會好似有啲單位嘅話，嗰個餐台一啲咁大，但係你喺呢個位置放個大台，甚至放個大圓台之餘咧，你仲有好闊個空間俾你喺度放嘢或者步行出入咧都比較方便嘅。呢邊係一個生活露台嚟嘅，後期咧你喺呢度放洗衣機啊、晾衣服啊會更加的適少少。包括我哋而家睇到呢個露台，如果唔需要呢種護欄嘅話，你都可以放落地大玻璃都 OK 嘅。餐廳過嚟咧就屬於我哋一個廚房啦。佢係一個簡約式嘅 U 型大廚房啦。我哋上面睇到啲白色嘅櫃、電器3件套全部有齊晒嘅，係送俾你拎包入住嘅。U 型嘅相對嚟講洗切炒各方面更加方便。當然送個冰箱咧只係細部嘅，可能後期你唔夠大嘅情況下咧，只能講換翻啲大嘅冰箱。包括呢個推拉趟門都有齊晒㗎啦。我哋依家睇呢個單位咧係一個交付標準嚟嘅，即係發展商後期交樓俾你咧就係咁樣㗎啦。包括啲地磚、牆體、玻璃門，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嚟嘅。咁我哋睇下日常翻屋企到底係點樣嘅。我哋而家睇到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日常電梯出嚟就可以到我哋呢個單位啦。2個電梯，4伙人家。呢個位置就係入戶玄關位。呢後期咧，可以放鞋放包包嘅位置，大家可以同我哋呢個位置睇下，呢個咧就係我哋依家送嘅家電大禮包啦。全屋家電大禮包，沙發床、電器、燈飾全部有齊晒嘅，包括空調，可以實現一個拎包入住，就係有呢個套餐啦。依家4期嘅價錢咧抵到爛啊，9000零蚊就得啦，帶埋裝修。如果唔介意低樓層嘅話，8000零蚊帶裝修。我哋而家睇呢個 size 咧係目前4期最大嘅單位，135方，所以咧佢喺入戶門口呢個位置咧係有間房嘅。咁呢間房嘅話，你可以作為一個老人房啦、長者房啦、客房啊，隨你安排嘅。呢個床、呢個櫃全部都係送俾你嘅，包括上面啲窗簾、空調有齊晒噶啦，可以實現拎包入住。
咁呢個 size 咧係做咗4間房，2個廁所嘅。我哋睇埋另外幾間房。咁啱先我哋睇完入門口個客房之餘咧，咁呢邊咧主要係做3間房同埋公區嘅洗手間嚟嘅。呢個公區嘅洗手間咧，上邊有埋飄台啦、窗戶啦，仲有嗰個淋浴嘅花灑啦、乾濕分離嘅推拉門啦，同埋啲馬桶鏡櫃全部有齊晒㗎啦。我哋依家睇到嘅係交付標準嘅，日後咧交樓俾你咧就係咁樣㗎啦。呢間房咧就送飄台嘅。咁呢個床咧，相對嚟講就米2床啦，挨住咗飄台。後期如果真係咩嘅話，再買個大少少個墊埋一齊咧，就可以實現大少少個床都 OK 嘅。呢度有窗簾啦、落地玻璃啦，將啲窗戶打開咧，都可以實現南北對流嘅感覺嘅。有埋衣櫃㗎啦，我哋依家睇到啲床啊、沙發、衣櫃啊，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嚟嘅。呢個係另外一間房嚟嘅，米5個床，呢邊有窗戶啦，打開之後咧，你可以走出去露台喺度。睇下出邊啲景啊、園林綠化或者睇湖景啊都 OK 嘅。甚至如果晚黑你真係瞓唔着覺嘅時候，喺出邊放張台仔，斟杯紅酒或者飲杯嘢、飲啖茶，咁嚟欣賞下星空夜晚嗰啲景色咧，都係好舒服嘅。上邊啲櫃啊、電器啊、空調啊有齊晒㗎啦。咁我哋最後睇呢間咧就係主人房嚟嘅。甚至有啲朋友咧會喺呢度掛幅畫都 OK 嘅，或者放個飾品喺度都 OK。睇翻每個人裝置啦，咁呢啲位置咧就睇翻個人去設計同埋點樣去用佢啦。咁相對嚟講，呢個主人房咧就會闊好多嘅，就好似我哋目測呢個大床之餘咧，仲有咁闊個空間，你可以放得落去一個床頭櫃啦、空調啦、落地玻璃同埋窗簾啊，有齊晒㗎啦。包括我哋依家睇呢個飄台咧，都比其他嗰個弧形嘅房裏面仲要大少少嘅，呢個好用啊！後期真係有機會嘅話，你可以放個電喺度咧，睇下書啦、辦公啦，或者喺度打坐啊、修練啦，都 OK 嘅。咁我哋右手邊咧係可以放得落去，左右兩邊衣櫃都 OK 嘅。左邊又放衣櫃，右邊放衣櫃更加好用，或者分男女士都 OK。咁裏面只要係乾濕分離嘅淋浴區啦，比如裏面可以沖涼，有埋窗戶放嗰啲沐浴露啊、洗頭水啊。同埋啲馬桶鏡櫃全部有齊晒㗎啦。咁我哋4期呢邊嘅單位咧，最細嘅係89方到135方嘅。我哋睇呢個則咧係135方嘅單位，做到4間房嘅。咁4期呢邊所有單位咧都係可以做低首期，同埋可以送全屋家私家電俾到大家嘅。隨你揀，3房4房都係帶裝修，可以實現拎包入住嘅。買啲生活用品基本上就 OK 啦。咁示範單位方面咧，目前僅開放咗135方同埋一個89方嘅示範單位咧，其他107方同埋115方咧，目前係冇開放示範單位，所以冇辦法展示俾大家參考嚟嘅。咁我哋依家睇到呢啲都係一個交付標準嚟嘅。咁4期呢邊，如果有邊啲我冇講到嘅，你又需要了解嘅情況下咧，不妨留言俾我睇到咧都回覆大家嘅。畢竟咧人咧冇可能做到十全十美。所以咧，有時候我都會忽略咗有部分咧冇講到俾大家知，咁你可以留言俾我啦，我會第一時間回覆大家嘅。咁我哋事不宜遲，睇下最細嘅示範單位89方嘅。咁我哋而家睇到呢個單位咧係國際花城最細嘅 size 89方，計翻香港嘅話大概900零尺啦。咁呢個單位咧屬於我哋依家國際花城4期嘅單位，咁4期嘅單位咧有89方到135方，即係計翻香港嘅話，值900零尺，得1400尺嘅一個單位，3房同4房嚟嘅。相對嚟講，4期嘅單位佢嘅價錢更加吸引啲，9000蚊左右，即係有啲單位嘅話8000幾蚊帶裝修嘅，有部分咧9000幾蚊。4期嘅單價比依家5期第4代住宅咧要平好多嘅，而且送全屋家私家電，比如我哋依家睇到啲沙發啊、台啊、電視櫃、空調啊，全部送俾你嘅，可以實現拎包入住。咁我哋而家睇到呢個單位咧係3房2個廁所嘅89方傳統呢個視廳嚟嘅，入邊咧係有個露台嘅，你可以放洗衣機、晾衣服。係呢個交付嘅護欄嚟嘅，有機會嘅情況下咧，如果唔中意呢種鐵護欄嘅話，後期你都可以做一個落地大玻璃封窗嘅一個處理嘅。呢個 size 有部分嘅單位咧係可以睇到湖景嘅，所以要睇翻你揀咩樓層同埋棟數，唔同個棟數咧有唔同嘅景觀嘅。咁呢個位置咧就我哋傳統一個餐廳位置啦，滿足我哋日常一家3口或者2、3個人一齊居住係冇問題嘅。呢啲台凳係送俾你嘅，如果唔 OK 嘅話，到時可以換翻一啲圓台都 OK。咁裏面咧係有個廚房啦，我哋日常嗰啲
櫃啊、電器啊，全部有齊晒㗎啦。因為我哋呢個單位全部都送拎包入住嘅，廚房3件套全部做好晒，包括洗手盤全部有齊晒，有埋熱水爐㗎，呢度有窗戶，打開之後咧都可以實現一個通風透氣一個情況嚟嘅。咁呢個 size 通常翻屋企咧就響呢個位置，因為我哋呢個單位咧佢係兩個電梯4伙人家嘅，2梯4伙，通常電梯出嚟咧就可以翻到屋企啦。咁啊呢個位置咧係我哋日常放鞋櫃嘅位置啦，第時咧都有埋鞋櫃俾你嘅。俾大家睇下呢個就係依家國際花城一個大禮包嚟嘅，全屋大禮包活動咧僅限於4期嘅，4期嘅單位先可以享受呢啲咁樣嘅福利配套，有床啦、沙發、電器全部有齊晒㗎啦。你真係買啲生活用品就可以入住嘅一個活動嚟嘅，門啦全部有齊晒㗎。呢個 size 咧就係3房。2個廁所嘅，送全屋家私家電，僅限於4期嘅單位，低首期活動3到5萬蚊就可以立低一套單位啦，月供咧都係3000零蚊就 OK 噶啦。呢個位置咧乾濕分離嘅洗手間，上邊嗰啲全部做好晒噶啦，到時就係一個交付標準嚟嘅，包括啲窗戶啦，打開咧就可以透風透氣噶啦。咁上邊啲花灑、趟門，仲有嗰啲鏡櫃、洗手盤全部做好晒嘅，我哋基本可以實現一個拎包入住。呢間房咧就係一個客房嚟嘅，你亦可以作為一個長者房或者 BB 房隨你安排。有部分單位喺張床就可以睇到湖景嘅，即係睇翻邊一座，唔同座數咧有唔同情況。整個4期咧都喺度做一個清盤特惠，可以揀嘅樓層已經唔多噶啦。發展商嗰邊咧，主要係賣5期嘅單位，4期咧一直都比較熱門，因為呢個國際花城一直以嚟都係坦洲一個銷冠樓盤嚟嘅。國際花城呢邊嘅銷售速度咧，遠超佢起樓嘅速度嘅。咁我哋而家睇到呢個位置咧，係一個陽光房嚟嘅，後期睇翻自己安排啦。你可以作為一個書房或者一個 BB 房 OK。呢啲窗戶咧，第時自己裝就 OK 噶啦。右手邊呢個係一個主人房嚟嘅，上邊嗰啲乾濕分離鏡櫃啊，全部做好晒噶啦。包括呢啲咁樣沖涼房嘅門咧，全部裝好晒，鏡櫃有，洗手盤有，呢啲全部有齊晒，有埋嗰個廁所嘅。咁呢邊就係我哋日常一個休息區，你可以放一個1.5米床 OK 嘅。如果放1.8米床，相對嚟講咧就緊逼咗少少噶啦。有個窗戶啦，呢度到時拉翻啲窗簾啊，全部 OK 晒。包括依家睇到啲窗簾、床、沙發全部有齊晒噶啦，有埋衣櫃嘅。呢啲咁嘅全屋大禮包咧，僅限於4期嘅單位可以享受一個福利嚟嘅。第4代住宅5期嗰啲單位咧係唔送家私家電噶，呢個大家要清楚。4期嘅價錢夠平，又有福利，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留言睇下實景嘅。咁國際花城呢邊單位咧，基本上睇完啦，同大家做翻個總結。咁國際花城咧，屬於我哋中山坦洲坦南呢個位置啦，屬於一個港澳人士嘅後花園。第一咧，佢整體嘅小區環境夠大夠闊，又有湖景啦。目前係坦洲體量最大嘅一個小區，亦有一個超靚嘅湖景，係目前中山之海有湖景單位裏面做得最靚仔一個屋苑嚟嘅。咁呢個小區1期、2期、3期已經賣晒啦，依家賣緊嘅4期咧，依家喺度做緊清凍嘅特價，相對嚟講第4期嘅價錢更加平啲。平到8000幾9000蚊，大裝修就可以有單位揀啦，仲可以做低首期3到5萬蚊，送埋全屋家私家電，3房同4房，你可以選擇嘅單位已經唔多，但係價錢夠平。如果大家唔介意樓層嘅情況下咧，我都建議大家揀4期嘅單位會更加性價比啲，因為佢價錢足夠抵，而且收樓時間會更加近少少，因為7年咧就可以交樓啦，大裝修。你何樂而不為呢？又低首期，又送埋家私家電，你真係可以實現一個拎包入住，買啲生活用品就 OK 啦。咁我哋依家賣緊5期嘅單位呢，相對嚟講佢個使用空間更加舒服啲，接近我哋現代人該有嘅居所。但係佢嘅收樓時間呢係27年嘅，相對嚟講會遲咗少少。如果唔介意嗰個收樓時間嘅朋友呢，我非常之建議選擇第5期嘅單位。因為佢個用嘅面積咧更加靚仔，最細嘅單位咧就110方到138平方，3房同埋4房，當然可以講得係全部都係4房單位嚟嘅，大裝修，佢個實用率好靚仔，好舒服，而且每一寸空間都冇少少浪費嘅。當我哋香港朋友仔如果真係選擇國際花城呢邊嘅單位之後，
喺呢邊居住該有嘅衣食住行應該點算呢？第一咧，小區體量夠大，佢有啲臨街商鋪可以滿足我哋日常嘅衣食住行。你買餸食飯啦、燒烤啦、早餐同埋生果啊，呢啲全部落樓就可以享受到啦。如果你唔想喺我哋小區一啲衣食住行之外咧，我哋可以揸車遠少少，或者喺我哋小區門口有公交巴士，坐巴士去到周邊一啲商場，比如坦洲市場或者我哋坦洲優越城。加上我哋呢個位置距離依家珠海比較熱門山姆超市咧，都係比較近嘅，15到20零分鐘就可以到達啦。喺嗰度基本上咩都可以買齊㗎啦。我哋一啲香港朋友如果經常有返到珠海或者中山啲朋友咧，應該都好熟悉嗰個山姆超市㗎啦。我哋呢個小區過去都好方便嘅。咁同大家講返啦，如果你真係選擇咗呢個小區，日常一啲交通配套應該點算？咁喺小區門口咧，我哋係有巴士站可以去到中山好多個區域啦，包括去珠海都 OK 嘅。你出門口就有巴士站。除咗坐巴士嘅情況下咧，我哋亦可以用手機網約車，網約師傅嚟到小區門口，你就可以坐車就去到其他區域啦。依家網約車都比較方便嘅。咁除咗我哋日常喺國內中山、珠海呢啲活動之外咧，亦有啲朋友仔喺度諗，如果我喺香港過嚟應該點算呢？其實喺我哋中山坦洲國際花城呢個小區咧，現時已經有粵廣巴士可以直接返到我哋香港太子荃灣呢啲地方，俾到大家上車落車返嚟呢邊小區都 OK 嘅。港澳人士一個後花園就係咁樣嘅原因啦。佢有粵廣巴士可以直接返香港太子荃灣地方。如果唔想坐粵廣巴士嘅情況下咧，我哋亦可以喺小區門口坐嗰啲我哋公交巴士去到我哋廣州亞大橋口岸坐金巴返去香港都 OK 嘅。仲有啲朋友仔可能想了解返，如果當我選擇咗國際花城或者喺坦洲呢個區域生活之後咧，有冇啲醫院俾到大家？咁我哋最近嘅醫院咧就係坦洲人民醫院啦。喺呢度過去僅需要3-5分鐘就 OK 啦，一個紅綠燈嘅位置就可以去到我哋一個人民醫院。到時如果真係有機會頭暈身㷫嘅情況下咧，都有機會用得着嘅。咁呢啲咧就係我哋基本上嘅信息啦。如果有邊啲我又冇講到嘅，你需要了解嘅朋友咧，方便留言俾我，我睇到嘅話都會回覆大家嘅。今日咧我哋拍嘅只係高層嘅洋房，我哋日常除咗洋房、別墅、大平層，仲有其他嘅商鋪可以俾到大家參考。咁其他咧我哋就唔再多廢話啦。有興趣嘅朋友方便留言預約睇樓。